咧係我哋救世軍屬下小學嘅聯校運動會，一年一度好值得紀念嘅日子啦，亦都值得興奮嘅日子。咁我諗咧都多謝各位老師啦，去幫手安排呢個活動啦。咁原來運動員咧，佢哋除咗每個星期咧有幾日放學練習之外咧，佢哋仲會係為著呢個運動會咧嚟個運動場度做一啲實地嘅練習啦。仲有喎，除此之外，佢哋朝頭早翻學差唔多7:45咧，啲同學仔就翻晒嚟喺學校度練習㗎啦，用咗好多心思咧去為呢個運動會咧去出一分力嘅。咁希望佢哋可以盡到佢哋嘅全力去發揮得好啦。希望係做啦啦隊嘅、做觀眾嘅、做服務生嘅、做記者嘅運動員都能夠發揮所長，發揮得最好，能夠咧盡你哋嘅力去做得最好。咁咧，我好感謝天父啦，賜俾我哋咧有咁美好嘅天氣咧，可以成就到今日嘅聯校運動會喎。咁我咧根據今日小朋友嘅表現咧，知道咧佢哋喺為咗林物中學校啦，亦都爭取咗都好多嘅獎牌喎。又有金牌啊，又有銀牌啊。咁啊，小朋友咧亦都好努力咁樣為呢啲嘅運動員打氣㗎，我都好欣喜啊！好開心啦！今日因為咧知道咧咁多救世軍聯校嘅學生咧都嚟到一齊去比賽啦。咁我哋都係比賽第二，我哋要係運動精神第一嘅。咁咧我哋希望咧今日個個都好盡力去做好自己啦。咁亦都立法中嘅同學要加油！我哋訓練咗咁耐，做得咁好嘅話咧，希望咧可以投出最好嘅成績。我覺得最有趣嘅係接力。今次係聯校運動會，可以同其他學校嘅同學交流，仲識到新朋友，令成個運動會更加好玩。我覺得跳遠比賽超精彩，當選手起跳嗰刻，佢哋好似飛咗出去咁，然後穩穩陣陣跌落沙坑，嗰一幕真係勁壯觀。短跑比賽都好好玩，因為每個選手都盡全力去衝刺，大家都想知邊個最快。呢種速度帶嚟嘅緊張感，真係令我忍住呼吸。我覺得最有趣嘅係可以喺場邊為隊友打氣。我哋嗌出口號嗰陣，成個運動場嘅氣氛都變得好熱烈，嗰種團隊精神真係令人大感動。我最深刻嘅就係100米嘅賽跑，因為咧我見到大家都好努力啦，同埋我覺得好刺激。感受好興奮，因為咧我第一次攞第2名。感謝天父，感謝神。我好興奮，因為努力咗咁耐，終於有回報啦。我覺得好開心，因為我訓練咗好耐，終於得到一個肯定咯。我最想多謝嘅係 Miss 同埋取 Sir， 因為佢哋都好有心機教我，所以我先攞到呢個獎。我今日攞咗跳高冠軍，我好開心，亦都破咗自己紀錄。我上次紀錄係1.02米，而家係1.2米。其實我攞到60米冠軍，我好開心，因為我練習嘅時候，我覺得我自己可能未必攞到理想嘅成績，但係最後呢，我靠過我自己嘅努力啦，都可以攞到個冠軍。我想多謝 Miss， 因為 Miss 佢呢成日都會耐心咁教我哋技巧，同埋取 Sir 佢都會話俾我哋聽一啲細節位，係。我比賽之前我有啲緊張，但係想放鬆自己。我不停同我前面同埋後面嗰啲人講讓下我哋啦。跟住我啲同伴咧就話叫我唔好咁樣講啦，俾信心自己啦咁樣。同埋我都有少少擔心，因為右腳有啲痛咯。我都係好緊張，因為我驚我哋接棒如果接得唔好，又出咗黃勾啊，又出咗界啊，就會連累到其他人。
接力攞咗第2名，你哋有乜嘢感受啊？我好緊張，因為我啱啱跑完。我好開心，因為今次終於冇出到黃歐。參加完比賽，你哋獲得咗第1名，你哋有咩感受呢？我好興奮啊，因為我同我嘅隊友好合作咁樣即全完棒咧，之後就全力衝刺。我比賽之前嘅感想係唔好踩界咯，同埋要聽我哋4個人之中最勁嗰個連月橋佢要講嘅嘢。我比賽之前嘅感想係想攞到頭3名。我覺得好興奮啦，同埋我第一棒咧就超越咗我隔離嗰個，所以我好開心啊！到你啦。雖然今次有啲唔成功，但係我哋最後都成功交棒，差少少就追到嗰個對手。其實我接力嘅時候好緊張，但係咧因為有隊友嘅支持同埋我哋係一齊練，所以我好有信心我哋可以攞到自己中意嘅成績。我比賽之前好緊張啦，我而家心情好緊張，因為就嚟要比賽啦。但係我又好有信心喎，因為我哋練咗好多次咯，而家都練得好熟咯。你哋啱啱參加完比賽得到咗第1名，你哋依家有乜嘢心情呢？真係好開心啊！因為破咗自己喺學界自己破咗自己嘅紀錄啊！係啊，同埋交棒嗰陣時其實都交得好成功，所以我哋好開心咯。因為我這一次接棒接得很好，也成功破了紀錄，差不多達到了我們比賽前的目標。我覺得好開心啦，又好興奮啦，因為首先破咗我哋女甲嘅學界自己嘅紀錄啦，而且我哋交棒都交得好成功啦，我同隊友都好開心。